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昨仔咱讨论到中国界内的这个新妇老晋啊，昨仔暗时出国了，那么登去到伊的祖国，不过引起了国际的这个注意。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的飞行机甲军舰也是搁射来射去。那么讲有意就有意，会使讲是随时，也有内部咧战声咧发动机。啊，咱到底是安怎才会当甲平安现状来维持？今仔日4位专家、政治军事斗阵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研究院後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第二位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碩，平林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全球防衛雜誌主任陳國明，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軍事連線雜誌總編輯劉協謙，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繼續咱來關心啦，其實這是對一份報告開始，在美國的全球台灣研究中心智庫最近發布了中國繼續對台灣發動秘密的政治作戰的行動，對着內部分裂台灣，建議台灣要建立着外國人的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那麼也加重着這個間諜的性質，嘛愛強化着監督。那麼現任，那麼甲落任的官員、立委等等，什麼人去到中國呢，攏愛登記。另外，《華爾街日報》嘛講，中國有準備5步要來封鎖着台灣。國防部長顧立雄來表示，袂使看輕中國威脅，國軍冇因應的方案。中共對台滲透威脅愈來愈大。美國全球台灣研究中心智庫發布報告示警，講台灣面臨中共秘密政治人行動，目的是削弱台灣民心士氣，失去抵抗意志，為內部解決台灣。所以建議台灣採取反制手段，建立外國代理人登記機制，同時嘛愛增加間諜刑罰。我們有17項國家安全的因應措施政府會來努力來維持維護我們的國家主權我們的整個社會的韌性。報告嘛提起，台灣應該強化監督，針對現任卸任官員、立委等人去中國，要有嚴格審查制度，包括佇處罰前30天要求公開刑庭，嚴格禁止關門會議。對這代志，民進黨團是講有提出國安法、陸海空軍刑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修法，當中嘛包含立委去中國立館，煞一直去互在野的那邊用人數優勢封殺。在目前連去港澳中管制了公務員，管制了軍事將領，但是立法委員可以涉及機密如此深，卻連報備都不能報備哈，都不用報備。那這一個呢，在程序委員會被藍白聯手擋了數十次哈。不要一直的在國內國人之中找敵人。美國智庫這智庫的意見固然重要，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這個國家的主人是我們的人民，民意才是我們最高的指標。中共繞台攏無停，國防部25發布查到共機21台，其中20台飛過海峽中線，進入咱國北部、西南甲南部空域。國家6隻強艦、2隻公務船佇台海出現，觀察共軍繞台行為形成3面圍台。外媒《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共已經做好5步封鎖台灣，引起關心。國務長顧立雄證實，中共有這種能力，國軍有應對的方案。中國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我想國際社會不可能對這樣子的一個所謂封鎖的行動坐視不管，所以中國面對中國這樣的可能的威脅，我們強化我們自我防衛的能力。顧立雄講，唔捌疏忽中共的威脅，若是中共採取封鎖行動，嚴重衝擊全球繁榮甲穩定，國際社會無可能放外國，國軍原來做好備戰的準備。記者綜合報道。其實哦，咱要做這個題目，唔是講要來恐嚇到咱家己的這個國民，
实在是讲吼，最近是来发生太济代志，而且唔是干那发生在台湾，我刚才看到菲律宾，一个消息，我看到惊到，伊讲哦，菲律宾哦，卢松头前上北边有一个城市，迄个城市内面一间大学，迄大学内万几学生，内面4600个中国人。而且因会当大个所在，因去洗厝的所在，拢是洗到，迄厝遐拢足好的所在。4600个才招文的学生拢伫遐，啊嘛连续伊嘛掠着真济，踮喺遐咧偷翕送物件咧做间谍的，即个菲律宾人。即我就是头一个我是想讲，要来请教着林老师吼。即个中国显然呐，伊的目标毋那是台湾哦。伊嘛是对菲律宾哦，对韩国咯，对日本哦。伊这当然咱就想讲啊，这第一岛链，但是台湾在这个中间，这个战略位置还是这个意义是啥物？因为台湾是直接直接受到这北京、这中国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的威胁所以伊对台湾是全面啦，每一日啦，对其他的国家较无这种封闭咱所以头先讲到，北吕宋岛的北平，还是以这美国这个密西根州，咱这个军事的训练，去到这个密西根的军营，然后有这个中国的高安的学生去遐来翕相，互美国掠着要遣送等于中国所以会再来讲，就是讲这中国对台湾、对菲律宾、对美国、对日本、对韩国、对欧洲，拢是共款有这种的威胁，但是台湾是程度是上悬台湾不管是咱的政府还是咱一般的民众，有这种心啦，这种心有比其他国家更有较悬一出但是敢有？比其他国家来讲应该也个会再讲赢过因啦。大家落痛，放安尼，感觉讲哪有？我边都无什么小心飞碟就来你身边，我都唔捌看过安尼。咱会再看起来讲其他国家较早都无这像封闭的心啦。最近这几冬慢慢。有这种封闭的心，惊一条的感觉。像这个澳洲就讲有几啊本册，就是讲这个叫做沉默的入侵silent invasion， 就是讲这中国慢慢入去咱的社区的边还是咱的这做工课的所在，慢慢都入侵，但是伊都无出声就对。佮有这黑手，中国的黑手，以及澳洲内底安那来布置，无共款的。不管是华人的机构、学校，都慢慢来入侵，所以就是讲最近就是讲这中国开始有影，因为伊的国家是大，伊有需要收集足济的资料，但是其他国家慢慢看到台湾安尼啦，慢慢会感觉应该爱有这种的封闭是。这资料我要请林老师来给咱点出来讲，这整个结构性的问题以外，但是一方面我嘛听到真济哇，中国的军队咧大活人活甲呢习近平已经差不多啦，伊哪有可能因活甲规个火箭军听讲迄总司令拢活落来都活甲厉害，伊还佫有通公台，佫2027佫新出来。我要先请教辛老师，这是到底这个传闻是真的，还是像怕像较赢面？我真正看了我飞去呢。第一个你拄仔有讲到菲律宾的例啦你讲足侪人伫菲律宾，我是感觉你即马若去韩国的济州岛、新加坡，你会发现即共款的状况足侪中国人伫遐做生理、做学生后壁敢有收集情报，还是潜伏咧做啥，拢毋知毋过咱知影，中国的收集情报的方式，甲别个国家无啥共款。无共款。因为收集情报是讲，一般的国家就是讲找一个较厉害的，去别个国家找
特定的目标去收集迄个情报。啊，毋过中国伊用人海战术，我用1000个人去你家，一人找一项，啊，摕转来到做伙，我就知影你咧创啥。哦，这是较无共款的吼，伊收集情报的方式。所以你看，伊足侪人到即个国家，哦，各行各业，啥物身份拢有。哦，你拄仔讲菲律宾的例，咱看想着讲，有一个中国的查某到菲律宾去，啊，一个菲律宾的查某毋知去倒去，啊，毋过伊无冲伊的身份，佮会使选市长，即选举做市长，啊，你就知影，啊，咱就看着讲，伫美国加州，州长，啊，伊边仔一个助理，嘛是一个伊做生意的，啊，伫遐潜伏很久，嘛来影响美国的重要的政治人物。啊，因就是讲，伊毋是讲情报收集，伊是统战、宣传，拢甲做伙。人就咧先过你遐，我当有时啊咧统战就是讲，我知影你这无要和我做伙，我甲你打击。听起来敢若报当局的计划呢。啊，有诶就是讲，哦，我知影你会使收买，我就互你钱，看你爱啥我就互你啥。毋过你爱甲我讲话。啊，另外就是宣传就是讲，靠大外宣，也是收买迄个自媒体。媒体还是网红啊，替讲话啊，拄啊，等于迄雅就是即个款啦吼。啊，毋过你拄啊讲过，即马最近讲有足一个将军吼，哇，那足离谱的啊！习近平为2012年起来到即马已经10几档啊呢，啊，即马那个里佫有将军佫贪腐佫落台哦。咱知影习近平拄啊开始的时阵吼，伊因为伊无啥物军队的势力。伊就讲啊，我无啥啦，我减速贪腐，我们安尼先哭啦，看病安尼尔啦，吼，大家都毋免烦恼啦，吼。啊，后来郭伯雄、徐才厚啊，伫胡锦涛迄个时阵，2个副主席就是安尼，掠落来，啊掠落来了后，因这2个部下，有2个足出名，足出名叫房峰辉甲张扬，一个是总参谋长，后来变联合参谋长，啊，一个是。总政治部主任，后来变政治工作部主任，啊，这2个嘛互掠落来，啊，毋过防火要互掠落来时阵吼，佮含习近平去美国去访问呢，啊，转来无偌久就互掠落来，吼，另外郭徐、房峰辉、张扬，后来到即马已经偌久啊，啊，即马连伊提拔20大提拔的何卫东，哦，按照你来讲，副主席呢，那这是3系集团军，3系集团军是习近平伫福建的时阵，伊的直属的派系哦。即马红掠的人，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佮有迄个陆军政委秦树同，海军政委袁华志，佮有武警司令王春宁，佮即马这2天掠着讲王厚斌。即卖火箭军司令王厚斌，这火箭多换呢？习近平的人呢？系啊，多换呢？因为迄个李玉超是李尚福的时阵换落来，啊，讲这人是李尚福的张幼霞的人，啊，换王厚斌，因为伊是海军呢，伊是海军去做火箭军司令。火箭军我也想无，虽然要抢两要用家己人啊，就是讲像迄个陆军的政委本来是秦树同，啊，加迄个。陆军司令李乔明是张幼霞这派系，啊2个卖下，啊卖下了后，就甲秦树同换掉就换一个空军呢，空军呢去做陆军的政委。所以老师，你这一连串安尼讲起来，意思就是讲，我相信观众朋友听到一连串的名吼听无，但是是毋是就表示讲习近平已经军权无落伫手内啊？应该是讲伊即马一部是军委会的主席。所以，什么公文应该爱嘛是爱批，毋过实质的权利就是讲，即马有重要职务，到底是用什么人的人？看起来习近平的人大概拢掠要完啦。啊，即马是张幼霞，毋过张幼霞以早李尚福迄个代志的时阵吼，伊嘛足惊的，因为李尚福是伊提拔的，伊就足惊讲伊敢会丢掉，伊敢要魏凤和李尚福后来就是伊，啊后来我看就讲。应该是为去年3中全会了后啊，因为网络咧讲习近平中风嘛哦，中风了后开始讲政治的权力还是军事的权力爱放出来，那无那习近平那真正破病一时间突然无去啊，要安怎？可能会倒去对啊，所以有淡薄仔权力放出来。啊，不过像有这个力量叫伊把这权力放出来，这个足趣味。咱看到讲今年春节参会的时阵。
咱看着讲温家宝、李瑞环加以早的这老先呢，老先呢吼，坐伫遐，佮坐伫迄个。福禄寿加起来拢超过300位啊咧。啊，有人讲一个福禄寿伫遐咧主导这个物件发展，毋过即马就是讲，遮个人洪亮是张幼霞意思，还是习近平意思，还是讲遮个人真正有见过？譬如讲何卫东讲伊是迄个可能有叛变。可能要政变，因为要政变要抓张幼霞，无成功啊，换伊被抓。啊，这个林向阳讲伊泄露机密和作战机要和台湾，嘿，啊，迄个王秀斌就是讲南部战区事情做了，啊，即马毋知走去对去啊，哦，失踪啊，可能嘛跟苗华有关，那跟苗华有关就是讲，敢有送钱，送就苗华为升官，哦，啊，苗华收钱，敢有送互何卫东，还是敢有送互习近平？哦，足侪问题，啊，毋过即马就是讲，遮个新闻吼，你看网络也是有些电视节目咧报，哦，啊，敢若那有遮离谱啦吼，啊，敢若甲旧年人听着讲，武甲呢，伊还佫有能力，啊，佫有实力，头来拍台湾嘛。你会使为旧年迄个联合利剑的 M 是会使看会出来。你看第一届联合利剑 A， 林向阳刚有出来讲一句话话。啊，毋过 B 也是12月 MC 拢无出来，嘿，拢无出来，就是讲我会演习，啊，毋过真正吼，我是无想讲伊冲突的相关，啊，真正要拍，哦，我感觉即马是安尼，伊可能即想要解决即个问题，啊，毋过内部的经济，啊，内部因为今年的四中全会爱决定讲2027年，因为拄仔你讲着2027年嘛吼，因为2027年时间足重要，因为解放军100年啊，啊习近平21大时阵要决定讲伊敢要第4任，啊，毋过即马就是讲可能愈来愈知影讲，看那无可能会第4任哦，吼，所以这时间足重要。你看着讲咱国防部演示讲2027年，也毋是讲真正2027年伊会拍啦，啊，毋过咱训练爱有一个想定。像你讲，可能伫即个时阵会有战争，所以咱按先准备好，毋是讲迄个时阵就会拍安尼啊。系啦，所以我咧讲哦，请2位即个军事专家来遮，毋是要甲大家吓惊，主要是要有事实来分析，咱准备甲安全的什么程度啦吼。首先要请主任来看，咱国即马目前，我就知影讲，美国要卖咱的武器，啊，佫2项咧要到位嘛，一个飞行机嘛，啊，佫一个是啥物？还那个迄种个啊 AGM， 啊个一个 AGM 啊吼，啊，这2项是至关重要，无来就袂使吗？还是讲咱即马目前还佫咧囤什么其他的什么物件？咱即马欠的吼，美国欠的咱武器吼欠足济啦，欠足济讲吼，咱16吼 F16吼，明仔载咱空军正式讲啊要派员去参加伊典礼吼，就咱要派人去遐吹讲啊你搞较紧啦，这是 F16B 吼。那海马式的火箭部分哦，咱有收到吼，但中部吼啊假咧假未过入来吼，未入来吼。啊，咱阁有足侪物啊，比如空军的吼，空军的有拍 AGM-154吼，154的飞弹吼，迄飞弹有啥物好处？就讲咱飞机起了，飞顶悬，伊就牵出去就家己弹大了吼。即款的部分可能爱加强吼。那其他的部分吼，包含吼，咱讲较歹听，会使拍着大陆的吼。美国拢较慢交，啊若拍袂着大陆的，美国拢较紧交，啊，比如讲战车嘛，战车是毋交啊，对。防卫性的生活力啦，防卫生活力啊，咱的需要陆基哦，车载哦，比如说迄种迄鱼叉飞弹，交啊袂100套哦，100套，吼100套，咱钱是毋够啊，咱是一寡物啊，拢钱是毋够啊，啊。会咧，会，敢若拢无欠啊！这引起吼美国啊，甲很多伊个智库拢讲，咱欠美国欠咱偌济钱啊！金额拢足济钱的啊！美国毋是讲啊，咱要甲支持台湾啊！啊，咱钱纳啊，哪会会哪会无入来吼？啊去看吼，咱这为啥物爱看吼？因为美国的武器好，真正是好吼。咱迄当阵旧年毋是发生讲李成功死人，甲咱乌西话几个箍嘛啊！李成功啊，我陪你，为什么咱买美国货？美国货好用啊，美国货好用，啊毋过贵，贵啊贵吼，其实咱中科院吼有一寡物啊，小可做袂出来，那做袂出来，咱其实都爱买嘛。那买的时阵，俄乌战争哦，美国货好用啊，
美国会好用爱国者飞弹40年前研发的，既然会使甲迄俄罗斯拍迄匕首超音速飞弹甲炸落来，甲炸落啊！吼，你会感觉讲40年前即摆有改进啊，无毋对吼。咱即摆爱国者比乌克兰足一套的啊！吼，所以其实咱来讨论讲吼，咱的防卫的时阵吼，咱会比讲吼，伊的武器偌济吼，咱的武器偌济。啊，毋过吼，武器偌济吼，这无重要，重要的是钱吼。为啥要讲钱哦？钱吼，伊中国大陆的每年的军费，咱咱10几倍啦，吼，这种事实。啊，莫讲伊有暗砍税预算，吼，莫讲20倍来准，一年20倍，2年咧40倍啊。所以其实吼，咱今嘛吼爱买武器哦，可能爱买短小轻薄，啊，佫会使拍着对方的，吼。啊，至于讲吼，咱的城市防卫，可能有都爱较减少的，吼。城市防卫嘛最重要，啊，毋过可能毋是最重要，毋是第一优先，优先，哎，毋是第一优先呐。咱即摆讲哦，咱的国防预算哦，增加到 GDP 3%哦，你增加到GDP 10%，赶快无效。为啥无效？因为中国的军费较济吼，这是较悲观啦。啊，毋过咱做战略本来就是较悲观，所以咱来甲有限的钱吼去买有用的武器。较有用的武器到底是啥物？我要请这学欠哦，你来说讲一下。其实应该讲说，美国他们在很多武器的研发的过程，它有一些新的概念。那这个新的概念，它在还没有，他可能评估完之后，他觉得说我其他体系跟不上，然后他这个武器，他可能就会把这个原型机停止研发，但他把技术延伸到现在既有的成熟的载台之上。所以看到很多美军新世代的，比如说以前那个海种马的那个大型的直升机，它的新世代，它其实跟前一代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它可能但它的航电跟里面的一些电子技术都换新了。对，那这为什么刚刚那个国民兄有提到说美国货好用的东西是，其实比如说就像我们讲的，我们的这个以前的老杨它的作战系统，那我们自己国产开发，我可能就8条船、10条船在用。可美军这一条船 ，maybe 派迪级的作战系统，它可能全世界可能有50条船都在用，所以它的换代，它有任何问题 debug 的那个速度，它只要等于说像我们电脑的作业系统一样，它发表更新的速度比较快。然后你还有其他的后勤，还有教育训练的资源可以共享。所以这个在几个世界，意思就是讲，譬如讲，咱要买车就爱买大众化的，侪人用的。啊，这个物件会较用，要换新，要换零件嘛，较好安尼。对，像比如说以幻象跟 F16做例子嘛，幻象的定位跟 F16是接近的，但是之后 F16的产量在世界上是相当庞大的，那幻象2000的机队相对来讲是少的，所以它在后勤零件供应的时候的价差就出现了嘛。对，这就是其实跟主持人刚举的汽车的例子是非常相近的。是。对，那美军它现在主要就是说我们近年所获得的一些武器，或者我们已经保有在操作武器，多半都是本土防卫为主嘛。那比较少说我们能够像刚刚国民兄提到，就是我可以下去啊逮掉，对，延伸去打击。但是开始慢慢的这个也改观了哈，像比如说刚刚有提到这个已经大概接收了一些的这个在58炮子部在操作这个海马斯系统。那这海马斯系统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资料照哈，它所发射的是陆军战术飞弹，这个飞弹是跟着这个系统一起进到台湾来，那这当下到北京吗？它的还没有办法到北京，但它射程有300公里。然后下到福州啊吧？对，没有错，大概上海都可以。哦，对，那为什么美军他愿意释出这个武器给我们？是因为其实世界同级各国研发的武器，它已经渐渐的射程也都变得比较远。那你再去限制台湾的这个可能，比如说100公里、200公里射程的，其实意义并不大。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说，好，比如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开战的态势的共军正在集结，那我们没有具备一个可以打到这个锚地或这个集结地的一个拳头。那像这样类型的武器，它就会担任这样子的角色。那以往我们国内也都会有研发一些巡弋飞弹，然后这都是很机敏的计划。那因为它机敏性到目前为止哪个部队配备了，它的性能大概是多少，都还是保密的状态。那你唔通讲出来？这个问号，对我们也不知道它，也许发射车长得一模一样，里面的弹种不同，它不拿出来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会请这2位来讲这吼，主要要让观众朋友来了解讲，其实咱中华民国国军无遐难啦，为一个讲啊，为半个月你就差不多out度啊，
敢有较难？恁家己的评估咧啊，这个总面积。其实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在我们面对比如说封锁来讲好了，其实我觉得所谓的民间它的这个窘迫绝对会比军方来得快，因为军方比如说以陆军来讲好了，只要状况生效，他就会离开驻地到他的战术位置，那战术位置基本上就是一个野战的环境，所以他的补给、他的支持力等等的，就是他事先就要先考量好、做好计划的。可是如果是我们以民间设施来讲，比如我们现在遇到盛夏这个台海况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变电所被攻击，然后我们这个区域是断电的啊，我们没有空调，没有通信，我们是不是老百姓他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这个窘迫？所以我们有谈到一个就是韧性嘛，就是强韧的韧性的一个社会。那其实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并不陌生，因为我们面对天灾也是类似的情况啊。比如说你台风来，你就有可能会有停电，你可能会有饮水没办法供应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在平时其实应该要跟民航、跟防灾救灾的这一部分去做结合。所以我会认为说，今天我们到底有多少储备？我记得也有这个长官有讲说，其实这是一个秘密，他并不能够明确的指出说到底有没有对多少天的储备。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认为你去评估这个也是一个问号了。为什么？因为你有除油槽或者是天然气槽，其实它还是有可能被。不管是直接的，对，不管是特工的手段去破坏它，还是直接手段去摧毁它，都是有可能的。那它这些东西，就是说，你比如说像遇到天灾，我们会懂得说我们要准备一些饮水，准备一些干粮啊。那地震前一阵子也在推有地震包的应用，那这些东西其实是最基本让你撑过头几天那一个还没办法应变的那个时期。然后最后你会得到比如说民防体系的资源，或者是军队进来救灾，或者军队调派一部分人力，但是在战时的情况之下，军队基本上都在做警戒的态势，所以他不太可能会直接支援民众，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阵讲到，就是说，你讲呢，咱应该民间啊，可以主力主强。对，所以前阵有个议题谈到社区防卫的概念嘛，对，那就是说，那你在民防里面，那像很多人说啊，我们这个年轻人啊，学生怎么要去动员去上战场等等，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假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义务役制度的国家，我们的这个是法定的义务啊。那现在只是说啊，我们现在这个义务只有男性有，那你实际上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本来就会被动员，啊，你只是说动员到说啊你是守备旅，还是你动员到什么地方？那你有可能在做社区的这个防卫，比如说你也许是有医疗救助的专长，也许你有通信的专长，也许你会飞无人机，这个都是在看未来的规划会如何。是，但是吼，他那对封锁啊甲攻击来看到你来攻击的时候，一切拢太慢啊！我要来请吼林老师来讲，就你的理解，美国甲日本对着咱台湾目前免讲啥啦。讲到看到这个 GTI 这份报告，美国人也是日本人看到这份报告，因的反应是啥物？有的人是讲无喏，其实咯，因若是对着台湾，伊就是对菲律宾、对太平洋，伊就是想要出去，伊是对台湾伊是顺刷，要提无爱提啊尔。啊，若面对这美国人敢知影讲，到时阵会封锁哦。那尤其最近哦，顶礼拜佫甲阿拉斯加来签这个雅斯天然气的这个备忘录，佫要用钢接过来，这毋是一种 religion 即润性吗？还是讲这毋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因为台湾吼面对的物件军事啦，吼，这军事一部分无毋对，但是其他的部分也佫有足济，吼，所以这中国伊安讲会当来买台湾。伊就无需要来拍台湾啦，吼！伊也讲有需要互台湾来改变伊的政策，吼！又若无需要来拍台湾，吼！所以咱爱准备的是足一项，吼！对于美国来讲，毋惊即个台积电的问题，毋惊半导体的问题，即台湾即个岛屿的战略的重要性，对日本、对菲律宾、对韩国、对美国来讲。当然足重要，所以伊无法度来忍受啊，这个中国来控制这个台湾。咱讲这中国控制这个台湾，咱第一就是讲中国有法度为这个花莲港啊、苏澳来向东对这西太平洋出去呢。
全部不管是这个海顶还是海下骹的，伊都有法度来追踪，吼，所以对于这个台湾对美国来讲，这个会使讲是这个利益啊，这个利益的共同体，赶快来对日本甲菲律宾，所以并不是讲这个台湾有啥物有事啊，这个美国还是日本，因拢会安尼点，所以为差不多2021年啦，吼，咱看见这个美国甲这个日本这智库来做这个兵棋推演，吼，其中有做这有哪甲这个剧本个方式，对，国防安全研究院，吼，有这参与，咱这国防部讲这个红色啊，差不多是为1980年代就开始讲就开始讲，我写论文的时阵，这个红色是即阵是被认为讲比来侵略、来攻击台湾更加有可能。其实最近这2冬，这美国甲台湾差不多100个、80几个啦，80几个的研究国防的学者、专家，因来做研究，因为是认为讲，这个红色是上大的可能性啊，吼，这个可能性差不多有80%，认为要来拍台湾的。甘菜更较低啊，吼，差不多有认为讲差不多60%几啊。不过，对台湾来讲，这个红色以外，也佫有一种叫做隔离啊。隔离的，咱像咱这个新冠肺炎你袂当出去啊，吼，你爱当出人啊，吼，隔离，这种隔离的意思就是讲，其他的国家，不管是船还是飞机，要来到台湾，伊按讲要入来。你爱向北京还是向上海来报备啊？吼，伊有法度一款是报备，另外一款就是讲，伊要求你，就是讲你该会当入去倒一个港口，袂再讲台湾全部港口全部你都要入去，吼，所以这隔离是另外一种，并唔是完全的军事，吼，但是比这个平时更较困难的一种台湾一个挑战啦。小甲你慢一下，甲你乱一下，互你规个社会安尼会定打去安尼。是。沈老师，恁做的研究这是假？我听到这隔离这项代志，对着咱一般的这个面体，还是厝遐，还做生意的人，会啥物影响？对啊，林老师讲，咱国防院甲美国 CSIS 啊。去年年初的时阵，有出一本报告，我拄好是作者之一啦。是。就是讲台湾甲美国足侪战略专家做一个问卷，因对，互因讲问因讲，中国若对台湾为隔离、封锁甲侵略，因可能性是安怎？拄啊，林老师嘛讲着讲，其实中国对台湾，伊会使用买，伊会使用骗的，用买用骗的无法度，当然爱互你压力，压力就是讲为隔离开始，隔离开始讲甲你限制，爱我的同意开始入来，影响你的经济，又影响你的民心士气。伫个红色的，甲去年迄个联合利剑2024比共款，伊就甲你讲这基隆港、台中港、高雄港，我都甲你围起来，莫互你的物件入来。第三个就是讲，若讲封锁若无效，还是封锁3个月、6个月。台湾嘛是无爱甲你导航，无爱甲你签1国2制，什么条约还是协定，伊就要用拍的，所以伊是一步一步来。拄啊老总编就讲到讲，伊若封锁，咱要安怎？第一个就是讲，伊是安怎？赖总统伫总统府讲爱有一个全社会韧性，伊这全社会韧性有四个韧性：国防、民主、灾害。经济国防就是军事嘛，咱知影，其实伊咧封锁期间，可能内底敢若民间的有受到影响，因为可能你天然气无法度入来，天然气无法度入来就无电，无电，你要登去烧煤矿，若无就是核能，你敢要恢复？你看到阮最近跟 AIT 的处长了，一直讲美国会该倒3工核能发电会该倒3工，其实伊就想到这个问题。你若封锁，你无电要安怎？当然啦，咱会使用火力、用烧煤，还是用别个方法，还是绿能。若是天气歹要安怎？
啊是无风啊，海上迄无电要安怎？伊都有足侪方式，啊，毋过这拢是伊还未采取军事行动，进前的，甲你封锁，要互你崩溃，要互你社会混乱啊！所以这个时阵，军队的稳定，也是社会大家团结做伙啊，足重要。若是讲，咱看到种全社会韧性，其实吼有足侪已经有诶啥物制度，还是机制，拢准备好啊！啊，拄啊，大家讲着讲。即几工啊，经济部长伫立法院嘛有来问讲，啊，若封锁吼，啊，咱的米会使食偌久吼？伊顶个有讲啦吼，啊，即嘛毋敢讲吼。啊，毋过这是动态，动态讲，咱知影其实伫地方政府伊有公粮，有粮仓，迄著是战备存粮。啊，战备存粮就是讲，啊，今仔米收成啊，我会买淡薄仔啦，放伫这仓库内底，吼。啊，伊有想到即个问题，啊，毋是讲著食迄安尼尔，你佫会使种啊。你会使去外国进口啊！啊，外国进口就想着讲，哈，伊若封锁为外国入来的船要安怎？啊，像讲天然气，你毋知大家观众朋友看到即个新闻无？讲美国即马甲台湾中油要合作，伫阿拉斯加要合作开采天然气、油田。啊，有诶讲是用船再到日本，还是韩国啊，再来台湾。啊，然后是讲要起一个油管。嘿，啊，直接为阿拉斯加到台湾，这拢是要解决台湾封锁啊主要问题，因为电力、天然气、电力是足重要。但是我却想要问讲，啊，若封锁还是隔离的时阵，迄阵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亚洲的人，是毋是会甲北京讲，你袂当用安尼哦，你着安怎，我会甲你安怎，还是讲无？即外交手段啦，也是讲其他的即个对峙的即个手段拢无效。咱看来讲，其实最近的 G7 这几个国家吼，伊开会拢会讲非常重视台海安全。你会睇日本嘛是，主要几届开会拢讲到这，我是感觉无论美国、日本、北约啊 G7 这国家，拢是一直讲我足重视台海安全。我会支持台湾，啊，毋是讲伊袂讲，我会派军队来台湾斗相共。啊，因为目标就是要吓阻。我就讲你袂使安尼，啊，你若安尼做，哦，我先保留，保持弹性。啊，毋过遮侪国家安尼讲，重视这台海安全的问题，其实为着全球的利益。你看，咱的台积电，那台海发生冲突，啊，全球的经济就受到影响啊。啊，日本、韩国伊的生命线、伊的航运嘛会受到影响啊！哦，啊，除非中国讲好啦，不管安怎，我就是要拍得到啊！啊，迄个时阵可能美国、日本这国家嘛可能会协助台湾。林老师，你安怎看讲？这几个国家是嘴咧讲，还是到时阵拢揪起来？因会安怎处理？还是讲这个剧本内面拢有写因要安怎处理？应该安尼讲啊，吼，因绝对袂揪起来，吼啊！但是第一线是咱台湾本身啦，吼，咱台湾即个政府、军队、民众，吼，安那去处理，吼。第二线就是讲，即个美国、甲日本、甲即个澳洲还是英国，因当于应该是第二线啦，吼。啊，就是讲，最重要就是讲，即个中国伊的军事啊，吼，原来爱看其他的国家是用嘴讲的，还是讲有真正的行动啊，吼。即嘛应该是安尼讲啊，即个用嘴讲的，虽然讲是即速度是上紧啦，吼。安讲即川普讲一句话，吼，我想讲即个习近平原来加减会听，吼。但是原来爱有行动，即个行动原来是足重要，就是讲台湾本身。会当去应付的，就是讲，毋是直接中国来拍台湾，但是讲中国用足济的部署，咱要去封锁还是隔离，即阵来看台湾是安那来准备啊？吼，准备来讲，你是毋是讲有较济的石油、天然气啊，即个食物，吼，啊是一寡即个弹药，即个拢普通你来爱储存，所以咱即摆并毋是讲要来直接甲中国来。作战，就是讲咱有即种的准备，咱会当，互咱家己会当去生存，吼，较有尊严落去，会当搁较久。来，主任吼，头拄拢讲到讲哦，即个若伊咧甲你隔离，
啊，国军呢，伊若甲咱隔离，咱国军嘛袂当先甲发射，先甲，敢袂当迄阵是嘛袂当，应该是也毋敢先开战吧？无，这绝对无法度，因为咱是民主国家吼，咱讲较歹听吼，咱必须吼爱亲受伊的第一击，吼第一击了后，咱才会使反击，吼这是国军的态势，这各国拢共款吼。啊，不过吼，基本上来讲吼，中国的军舰啊，甲飞机吼，确实比咱台湾较济吼。你看即马吼，咱伫讨论当时吼，即马时阵差不多五只、甲6只、7只的船啊，伫咱外海落拉手。即阵是，对啊，差不多啊。即马拢安尼啊，即马拢安尼，就5只、6只、7只拢淡薄船啊哦，毋是飞机。逐工顺产水啊呢。你看国防部报告你就知影吼，所以吼，咱会使接受讲吼，伊3面甲咱包围，咱袂使有4面包围，迄面打一面，迄面就是咱的东北面。东北面伊挖大伊啊，挖日本的琉球群岛。好，琉球群岛伊统最西边一个与那国岛，好，与那国岛、石垣岛去抓，吼，咱若战时按照迄条线慢慢行，吼，伊的中国的小可过路，为什么过路？惊拍到日本人，吼，所以咱的后壁啊，巴士海峡伊毋惊拍到菲律宾？巴士海峡菲律宾伊无惊啊，伊菲律宾无啥惊。伊嘛毋惊越南，无，伊无啥惊啊。啊，不过伊惊日本甲韩国，吼，这是事实。为什么来讲？伊讲。咱的就与那国岛砍落来时阵哦，咱走迄条线是咱前时的补给线，这条线最重要吼。咱即摆使接受伊3面甲咱包围，啊，第4面袂使包围吼。所以不管咱海军的演练，还是讲吼日本甲咱演练，拢淡遐伫进行吼。迄条线最重要的吼。那这毋是我讲的，这是咱海军重点。那伊真正来东北角来包围的时候，咱是用speak甲讲。请你马上离开，咱才是中华民国海领。啊，你甲讲也无效啊。不是，应该安尼讲啦，种东北线迄条最重要是讲，嘛是日本的经济海域吼，嘛是因的生命线吼，生命线。为什么讲？日本、韩国嘛爱进口石油、跟天然气吼，拢要行迄条线，伊会使行美国迄个，不过成本会足悬。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中国毕竟也是毋敢去炸这东北角。无，咱后壁的生命线吼，可能爱走东北线，迄条最重要，因为咱会使挖日本的沿海去慢慢行，这种偷的啦，总讲歹听是偷的吼，咱靠近伊的12海岸慢慢驶，啊，迄条线会使按美国补给咱武器最重要的吼，因为咱毋是乌克兰会使从比如说波兰啊、罗马尼亚落到两对吼，咱无啊，咱行。走海路啊！你走海路好，美国的武器要安怎来？伊若无坐飞机来，伊就船仔来。吼，船仔为什么重要？船仔载足侪武器啊，所以一只船仔伊会使载，吼，可能一营的战车。啊，你飞机可能会使一只载大概2台的战车。你搭一个要选，这嘛是船仔。所以咱的东北线这条线吼，较少人去讨论。啊，不过这条线最重要的。啊，搁一个，我突然间想到，这几工我才知影讲，哦，迄个。老晋啊，迄个昨仔登去到中国迄，伊就讲迄四川舰，哦，安怎厉害？剑技安怎？四川舰是咧偌厉害？你当我请这个总编辑来甲咱讲一下好不好？那个四川舰是目前是076级哈，076级。那它有一个特别的设计。076是什么意思？就它的一个级别，比如说075。就是它一个级别的代号哈，我们讲说052啊这样子的。好，那它有一个蛮符合现在世界潮流的趋势，就是它有双舰岛的设计，然后它是电磁弹射，也有拦截索。它原本的定位是2栖登陆舰，就是它有航空战力，它可能也有船坞，可以让那个2栖的舰艇从它的这就是航空母舰哦。对，但是他们现在定义更倾向航空战力的发挥。但是这就变成它定位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当你要有舰载机，你就要有机库，你要有维修的位置，你要有厨房的位置，你要有燃油，你要有弹药的位置。所以以美国来讲，它就是新的2栖登陆舰，就是说我就是纯粹做航空任务，释放舰艇的这个任务我就不要了。然后所以才衍生出后来闪电航母的概念。那我认为076四川舰是接近这样子概念延伸出来的一个产物哈。那它有这个。号称有弹射器跟拦截索，所以理论上可以起降定翼机。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
能够立刻有战力的舰载机，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吨位上面的船进行起降？伊飞行机无法度配合。就是比如说，我们讲福建号起码是10万吨级以上的舰艇嘛，好，那之前的那个像辽宁号，它大概也有大概7万吨左右。那现在这一条四川舰，我们预估大概是4到5万吨，所以它尺寸上是小很多的。所以现在他们就讲说，那不好意思，是我们给无人机来使用的。就变成无人机航舰，就算世界首舰哈。可是问题是说，你无人机的这个全机队的实战化，是不是已经可行了？这目前是一个问号。那它变成就是说，我认为它有一点就是样样通样样松啊，就是说它好像这个也可以，可是它的这个拳头也不够力，它好像为了这个功能，它把2栖登陆的功能好像又削弱了一些。所以一般恁军事界咧啊，看这四川舰其实是。个破啊，不安呢？应该说，我觉得很羡慕啦。就是说，中国的造舰的概念有很多是我们讨论完之后觉得，这挺实验性的，挺开创性的。那你可以动用真正的预算去造船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开创性的测试，其实是蛮厉害的。但是我们来看到它实际上应用，因为比如说举例好了，中国的舰队他们有一个问题是目前还没有解决，就是它的舰队的预警机。它并没有一个专职的预警机来提供，那所以它可能要靠岸基的，它可能要。你的意思是讲，以海面的空中无这个空中的预警诶？对，就是说像比如说E2，我们有用的E2，在美国的舰队就是舰队的预警机跟管制机嘛，所以它随着舰队移动，它起飞，然后燃油用完之后，不管是空中加油还是它降落之后，它重新再派一架新的组员上空去执行任务，它可以间断24小时的提供空中的这个。前期的雷达的这个侦测跟它的情资嘛，那中国现在的舰队，因为它还没有这个机种实际的用在船上面，等于说它还是得要靠岸边的岸基的大型飞机去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哈，那就限制它的应用范围。所以它今天虽然它可能航空化，它可能也有一定的航空战力，可是它的这个缺点依然脱离不了它原定的这些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还是老问题，就是。当我一个航舰战斗群出去浩浩荡荡的，然后我后面就跟着一排油船嘛，因为它的船本身要加油，它的加油站那对它的航空的这个机队也需要油料嘛，它护卫的舰艇也需要油料嘛。那当今天这样子的舰艇问世之后，它组成一个2栖突击的一个攻击的船团的时候，那它可能是为它自己的舰队提供某种程度上的防空掩护。这个在2战的时候，美国有很多小吨位的航空母舰，它就是做这样子任务，它不负责。舰队跟舰队之间的决战，可是它可以掩护它的船团，提供一定的空中的力量，然后让这个船团可以顺利的，比如说运补，可以顺利的运抵部队投射到什么地方。但是以目前来讲，它的应用都好像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典的历史上面有应用的新的案例，有的案例。但是你在新的这个环境里面，比如说你一条这样高价值目标的船，你要登陆，你要靠近台湾的沿岸。那或者说你不见得真的攻击，你必须产生某种的威慑力，你必须靠近台湾。可是我们刚才讲到说，比如像这也是前几天的新闻，这是 IDF 搭载雄3的空射型，那雄3是超音速反舰飞弹，那之前在这个渔船的误击的事件中已经有证明说，它有很不错的这个命中率以及目标的追踪能力。那你靠近台湾沿岸的时候，我是一个防空飞弹跟反舰飞弹算是密布的岛屿，而且我们现在我2粒都给你点落去可能不用2盒，因为它上面油料一大堆啊。1粒都好啊。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它航空应用，它就有航空燃油，它是高辛烷的航空燃油，所以很容易燃烧嘛，很容易就是你只要一命中，就算小伤，它就要立刻去做损管。那你要想。以之前的例子，在黑海的时候，那个俄罗斯。你讲安尼，我心情就好对啊，像莫斯科号，它也是不小心被 K 中一颗，最后抢救无效，还是沉没了。所以讲是安尼讲一举长长，但是缺点也是真多啦。我来补充一下，如果乌克兰战争哦，咱看迄个乌克兰，用迄无人艇去创啊，去炸俄罗斯的船啊，咱台船嘛就厉害，发表这个就奋斗无几回的。无人艇，无人艇这咱台船家己做的这是原型艇啦。你看可能搁小可摆，后摆搁会使改。为什么会使改？伊讲伊这顶管拢藏足侪机师的比如说在天线天线有卫星的通讯你的什么通讯拢会遐，伊来叫做唱 AI
AI 伊来看讲，你船啊到底是你也我的哦，你要拍是我要拍，还是讲谁要拍哦？咱更加特别讲吼，你莫看讲船啊细细哦，这船啊细细，伊头前是创哪样？抗炸药，特别学客人去炸吼，去炸俄罗斯去自杀就对自杀吼，这是一款。啊，第二款呢，其实吼，伊迄台船吼，咱翕的时阵无看到，伊迄机群吼，伊头前佫一个鱼雷管，鱼雷管内底是藏无人艇去放鱼雷，吼，你看会惊无？啊，毋过吼，我讲较歹听吼，即摆是原型艇啦，后摆佫会使改吼。咱即摆海军有提出这个需求，讲，我即边有无人艇，我要创啊，这是第一步吼。咱第二步吼，我是感觉讲吼，咱的民间吼嘛，足拍拼吼。民间的这种船啊做出来了，伊若无力啊，无电池面啦，有，其实咱的民间的吼，咱的民间的企业足厉害。这啥意思哦？这叫马德里。马德里讲哦，即马你国家的伊像后面军队拢咧加油站安尼。免，你若讲无电，你就甲塞一粒拖去你船啊，就会使用啊。哦，这厉害，这有就是咱的行动充电器。啊，毋过这已经用在偏乡的一些咱储能设备。即马拢有啊，咱中科院嘛有伫做吼，所以不管是中科院也是讲吼民间的一些厂商，咱拢做了袂歹。啊，毋过吼就是无整合，无整合讲啊，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吼。海军有海军的需求吼，啊空军有空军的需求，咱的国家吼还欠整合。我是感觉讲，咱来加强吼这整合能力吼，咱的国防嘛是佫会使期待。听起来是时间抛在咱的头前咧，辛老师。拄啊，迄个老总就讲着讲，中国的2栖登陆舰哈，咱知影伊上大本来上大是071型的2栖登陆舰，即马有8只，啊后来伊发展075型，即马3只啊3只啊，伊075个改良变成076，啊即马四川跟他1只吼，就是因为讲伊这2栖登陆舰数量无够。所以伊即马若要对台湾发动2栖登陆攻击，啊，伊需要别个物件。啊，咱看着讲前几敢有一个，敢若一个船啊，炸一个吊桥，迄个装备有无？哦，迄嘛足趣味的啦吼，敢若全世界可能敢若中国有诶。啊，德国也是法国，这专家讲，啊，这要咧登陆用的哦。我都想讲，啊，这用迄个 RPG 也是用火箭甲水鸭吧，无啊，凊彩一个飞弹在甲摧毁啊，因为伊讲是惊讲。沙滩上面有地雷嘛吼，伊啊起来，得免惊迄个沙滩上的地雷。啊，毋过伊目标伤大，你爱几台即款物件，可以在外地部队，啊，另外就是讲，伊遮大台的迄2栖登陆舰啊，咱知影台湾即马反舰飞弹是数量足济啊，除了美国卖互台湾的为潜舰、为水面舰、为空军，啊，即马佫有伫迄陆地的机动嘿，佮加上即马咱的熊山佮会使个空射，所以咱的反舰飞弹数量足济。你看我拄仔算8台071、3台075、1台076，啊，几条飞弹拢炸了，啊，炸了伊的部队要安怎来？啊，另外就是讲，即个2栖登陆舰伊会使讲到平湖啊，电管有直升机啊，用直升机到台湾，用空中机动还是垂直登陆的方式。啊，毋过即马台湾嘛买足济。刺针飞弹啊，刺针飞弹是专门对付这个直升机的啊，对空中的。系啊，你就知影讲，其实跟矛跟盾一样，你有这个武器，我想着讲要安怎甲你攻击，安怎安尼防范啊，所以即马就是讲，伫这个时阵，其实中国有足侪专家，伊嘛知影即马台湾足侪武器，伊嘛咧思考讲2027敢真正要发动武统的行动。不如来隔离就好。无啊，就是讲第一个要有理由啊，你是安怎要这个时阵要发动攻击啊？第一就是讲，市民讲袂使，我若无攻击吼，2027年我无法度做继续做，伊要攻击，伊就无这个合法性甲正当性啊，对吧？为着你要继续做，你攻击伊真可能就半路就失败了。失败要安怎？系啊，中国的思想行迄个皇帝行到一半就去用斩起来啊。系啊。就是讲，遮济迄个解放军的将领互掠去，可能嘛甲这有关系。因为惊讲政变。惊讲政变。系啊。所以上后尾要请林老师来讲，将官川普上台了后，你感觉伊对咱台湾的军事策略、军事战术还是战略，这个大战略敢有改变影响？
是延续拜登，甚至是这几档伊头一任开始，一直甚至更加侵犯吗？伊第一任卖台湾180亿美金的武器啊，吼，啊，这个拜登差不多80亿，吼，所以拜登是较少啊，吼，这个川普伊来减少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军事的援助，但是这个共款对台湾的援助，原来是共款。无受到影响啊，吼！对台湾、对菲律宾都无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对台湾来讲，就是讲咱即摆咱就是爱家己准备啦，吼！咱有这个无好的环境，啊，咱来忍耐，啊，忍耐爱训练，啊，训练开当变成老练啦。所以咱即摆就点点啊准备，不管以这台南、以这台中，吼，不管。